大家好，又係我阿勁啊！歡迎嚟到勁嘆世界，呢期係5分鐘旅遊真心話時間。我哋咧就唔講虛嘅，直接用5分鐘嘅時間，快速咁樣幫你揀到適合自己嘅旅行啊！首先好多人咧會見到2日1夜嘅短線團啦，第一時間反應就係哇正喎，又唔使點請假，又可以出去唞下氣。但係講真啦，短線團咧其實最驚嘅咧就唔係景點唔夠，而係咧去完之後啊，感覺仲攰過平時返工啊！所以今日咧，我同你去拆清楚呢啲2日1夜嘅旅行團究竟係真放鬆啊，定係假輕鬆啊？嗱，其實咧2天1夜嘅短線團值唔值得去咧？唔係睇景點有幾多，而係咧睇成個節奏嘅安排夠唔夠舒服㗎。因為香港人平時已經係夠匆忙㗎啦，咁去短線咧，梗係唔係考驗體能，而係想換個環境，食餐好嘅，住得舒服，咁成個人可以得到放鬆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一條好嘅短線團咧，關鍵就唔係塞滿成個行程，而係有節奏感。你朝早出發就唔會太辛苦，去到咧亦都唔係即刻同你講3-4個景點，夜晚又住得夠舒服，第2朝起身啊，咁先有精神，先叫做去咗轉短途旅行㗎嘛。嗱，首先第一樣最緊要嘅咧就係睇車程啦。因為香港客啊，最怕上車咧就坐到腰酸骨痛。如果一條2天1夜嘅線路來回車程太長，中間停站又多，咁其實你真正玩到休息到嘅時間咧，會壓縮得好緊嘅。咁到最後你表面上係去咗2日啦，但實際感受咧，可能只係不停咁上車落車食飯影相嘅啫。所以短線團最好嘅目的地咧就唔好去太遠，而且路線咧要安排得要順，千祈唔好兜好大一個圈。咁因為咧咁樣會直接影響到你嘅最後體驗㗎。而第2樣咧就要睇住啦，因為2天1夜嘅線路咧，酒店其實係非常之關鍵嘅。如果日頭行程普通，但夜晚住得夠舒服喎，尤其係你如果想放鬆帶埋屋企人，平時你工作壓力都比較大嘅人咧，酒店咁呢時候就絕對唔係配角，而係主角之一啦。所以你見到一啲短線團啊，主打溫泉酒店啊、特色住宿或者比較大嘅房型咧，呢啲嘢絕對唔係花巧嘢嚟嘅。而第3樣啊，就係要睇食同埋節奏啦。短線團最驚乜嘢？就係食得急、行得急同埋影相都急。香港人依家咧去旅行咧，其實真係唔係鬥去嘅地方多，反而係想舒舒服服啊，想食得開心，想輕輕鬆鬆嘅。如果呢條線有特色餐，可以慢慢行，甚至有時間可以坐低感受下，咁呢個體驗咧，我就覺得好舒服啦。尤其係香港人，嗰餐食得好唔好，好緊要㗎嘛。咁所以邊一類人咧最啱報呢個2天1夜嘅短線團呢？如果你平時係工作比較忙，又唔想請太多假，想同屋企人去輕鬆下，又或者只係想離開下香港去唞下氣，咁短線團咧其實幾啱你嘅。咁如果你係中意嗰種一次過去好多景點成日打卡打到盡，想豐富同刺激嘅人咧，咁我覺得短線團可能對你嚟講唔夠喉嘅。所以一句講晒，2天1夜嘅短線團值唔值得去，從來唔係睇景點夠唔夠多，而係咧睇你去完之後，你成個人有冇得到真正嘅放鬆。嗱，如果你想睇我嘅下一集，幫你咧拆解平價團最常見伏位，記得 follow 我咯。另外你依家咧都唔知自己適合短線、溫泉線定係美食線，亦都可以留言講你想要放鬆定係打卡，我幫你搞掂啦。